地方的消息来看，屏东马家乡的中英北合国小有咧举办李那里囡仔上顶的传统，目前嘛已经办超过8档啊。学生囡仔自头到尾规过准备，有卖食的，嘛有卖原住民的工艺品，主要是用母语来介绍，嘛希望有更较侪人来了解部落的文化。 那我看到的孩子是，这学期的成长真的非常的让人惊艳啊！学生穿原住民服装，伫台顶甲舞舞，也就是台湾族语阿公阿嬷的意思，做伙演唱传统歌曲，宣告李那里儿童市集正式开幕。 大家当为学生囡仔无用试试，热情向每一个人客小解因的产品。只要能这个蓝晒，蓝晒就是它的颜料上面就是只要触碰到太阳的紫外线，就会变成蓝色，然后只要有东西盖在上面，它就会浮现出它的那个图案。我们班自己用的芋头干，然后把芋头干做成，就是里面有沾那个巧克力，然后就是有2种口味。 伫屏东马家乡的长营百合国小，是一个学校形态的原住民族实验学校。部落知识结合伫文化课程内底，帮囡仔传承部落耆老的经验甲基价。这个儿童市集3个月就办一届，互外界了解囡仔的学习，别通甲社区互动。长隆百合儿童市集其实它的目的是儿童加上儿童，就是以儿童为主体，就希望他们在整个文化的学习跟教育的学习产生了火花，激荡出很多更美好的创作。小小的单位，点点滴滴拢是囡仔的心血。校长讲，透过市集，学生囡仔会当分享回馈社区，各通发挥想象力甲创造力，展现学习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